先一开始要提醒乡亲，这几日过道了后的西北雨，若要挖进山区，就要细致。因为花莲山区落大水后，大高线苏花公路中德路段，伫昨昏尾暗仔是崩山落石头，中德到河仁路段随封路赶紧清路面，伫昨暗7:35的时才个开放通行。哦，你看，崩掉了！妈，他的枪崩掉了！规片的土石自山顶下来，土山淹甲规个。花莲县山区伫咧20落一阵雨正大，造成苏花路龙总德段正侪所在发生灾情。晚暗5点左右，苏花公路174公里发生山崩，现场互人看了正惊。规条山野道路拢互土石砍掉的，土石也差一点啊，从迄面梯出来。96已经流到家里了。伫苏花公路总德磅坑南平出口的山坡顶，大高线164.2公里附近，有2个所在土石也规个崩落，砍喺路面。暗时6点，佫发生一遍山崩，工务单位派人来清理现场。它那个长度不长，长度不会超过20公尺。OK， 它的宽度就是，当然呢，因为它都是泥流，啊，是的呀，所以厚度差不多20公分这样子的，就是车子刚好不能开。工程人员积极抢修，伫暗时7:35分已经抢通，车会当过。公路局表示，山区的路因为受到地动的影响，土石容易崩落。若是拄到落大雨，或者是雨落袂停，路况较歹掌握。若是无必要，尽量莫伫咧在后行山区的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